后来继续来到立法院，今仔日是审议反渗透法，因为昨朝野协商无共识，所以今仔日是一条一条来进行表决。民进党团讲，所有立法的定序拢相当的完备，但是国民党团讲，这套反渗透法侵犯人民言论的自由，言论的自由是宪法所保障的。所以，只要反渗透法的草案一个通过，国民党团就会提出释宪，参释宪文嘛准备好势咯。侵犯了人民的言论自由，这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。立法院审议反渗透法，国党团派出代表发言，下早进行讨论。包庇红色渗透，用戒严法抹黑反渗透法，用白色恐怖抹黑反渗透法。三十个条约协商就第一条，维护国家主权甲自由民主宪政秩序，国家改为中华民国甲第12条的自公报日实行，取得共识。若是民进党团提出的，若接受渗透来源指示，委托或者资助，违反关键政治现金或者从事竞选活动，相关处1000万的罚金无共识。那有关释宪文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这1-2天内提出释宪。经过半年的讨论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，现在是用反渗透法的版本来提出。那奇怪的是，1个月前提出，国民党也没有太多的声音，最近忽然声音变得很大。条约持续攻防，国民党团要提出释宪，民进党团努力拼反渗透法，在2019年结束进程，完成3读。